啟動。台南市長黃偉綽親自主持2026龍徛光節空山節啟動儀式，這回以山吶呼喚為主題，邀集國內外藝術家打造14組裝置作品。空山祭我們會一年一年的優化，因應來這邊的遊客的性質，來做一個展期跟內容的調整。那也希望越來有更多的好朋友願意來到龍崎。活動舉辦到達第7檔，這屆全面升級做浸水式體驗，對大型動態雕塑、AI 生成山水，到結合地質甲聲景的互動裝置，引導觀眾理解龍徛山吶演變過程。內外它都有一個機動的一個大型雕塑，然後配合聲音去營造一個不一樣的環境。因為希望做出比較有差異性的改變，所以我在整個設計上用了不同的模式在做設計。它包括我們這次除了設計之外，展品的部分也希望做出比較大的區別性，所以包括像一些機械的部分啊，或者是聲光的部分，我們去做一些比較大的改變，這樣希望大家來看的時候覺得有不一樣的體驗。文化局強調，空山節唔那是一場藝術展演，更是市府推動地方文化甲區域發展的重要平台。未來將持續以空山節為文化駐點，透過藝術創作甲民眾參與，活動對25號聖誕節起鼓，邀請民眾來龍徛參觀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